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奶茶西多士，我係林木。財政司司長早兩日喺電台分享佢對失業率嘅睇法，話會越趨穩定。尋日又睇到關於一段失業嘅新聞，都幾震撼。就係一位 DeepSeek 資深研究員喺一個論壇上面警告 ，AI 將會喺20年內終結就業市場，衝擊社會核心。呢位研究員認為 AI 對人類社會嘅影響會分為3個階段。頭嗰3至5年屬於蜜月期，喺呢段時間 AI 嘅功能主要係提高生產力，但仍然需要人類監督同協助，所以呢段時間未會造成大規模嘅失業。之後嗰5至10年 AI 嘅功能越嚟越成熟，能夠自主完成越嚟越多嘅工作，導致失業率增加。到最後一個階段，即係10年到20年之後， AI 將可以取替大部分人嘅職位，屆時影響之大，相當於終結就業市場，將會對社會嘅核心穩定帶嚟衝擊。所以分析員認為，身為大型嘅 AI 企業，係有責任向社會預告邊啲職位將會被取替，以及最新嘅經濟體系需要咩嘅技能，以方便人類應付社會嘅危機，重塑秩序。林木已經係50個外嘅 X 世代，20年後嘅社會問題對於林木嘅影響冇咁大，但如果你仲係20到40歲嘅社會生力軍，相信呢個分析對你係相對嘅重要。首先， AI 影響就業市場會唔會只係香港或者某啲國家，例如美國同中國，定係全球性？而 AI 似火箭嘅速度發展，係大家已經感受到。雖然而家大機構裁員唔係完全因為 AI， 但好多公司已經密鑼緊鼓迎接呢個變化，趨勢已經形成。例如，內地有一間上市嘅化妝品公司，早輪宣布，由於引入 AI 應用，將會裁減法律、產品、內容同客戶服務部1半甚至到90%半嘅人手。亞馬遜亦喺10月份宣布咗，鑒於 AI 令佢哋可以用更少嘅層級、更少嘅經理完成同樣嘅工作，所以喺全球將會裁減14000人，而大部分都係中層管理人員。所以 AI 嘅影響力正在不斷增強。如果根據分析員嘅講法， AI 浪潮可能會導致貧富懸殊變本加厲，大公司會因為 AI 嘅原因，嚟緊10至20年將會賺得更多錢。相反，越嚟越多打工仔會失業。去到終極會點？就攞香港做一個 model。如果 AI 真係取替大部分嘅工作，大家可以幻想下社會係會點運作。首先喺香港，大部分嘅公司已經行緊 AI 模式，中間只有少量嘅技術人員協助。買嘢唔需要接觸到人，搭車亦都冇司機，地鐵站冇客戶服務員，只得機械人維持秩序。街市可能都消失埋，同埋無人機送貨，周街都係無業嘅人士。政府只可以向大公司繳納重稅，而大部分人只可以靠政府嘅福利為生。去到咁，本土經濟基本上已經陷入大衰退。公司因為冇市民消費影響收入，最後都係難逃一劫，要執笠或者撤出香港市場。最後得返嘅係用唔着嘅 AI system 同埋啲冇用嘅機械人。其實去到咁嘅情況，基本上社會已經冇辦法運作。
政府亦冇辦法去維持市民基本嘅需要，咁即係經濟大蕭條。大家可能會覺得，只要政府能夠有足夠嘅稅收，就可以保持社會嘅運作，好似啲北歐或者中東國家一樣。係冇錯嘅。如果你身處嘅地方人口夠少，奉行嘅高稅率，社會福利保障健全，加埋豐富嘅天然資源，可能可以獨善其身。但如果你身處嘅國家人口多，又冇其他資源去創造財富，而本地稅收又唔足夠去做社會保障，基本上就死梗。咁又會唔會喺10幾20年內有新嘅工種出現，帶翻動個經濟？呢方面林木比較悲觀，唔覺得會有太多新嘅工種出現。就算有，都唔可能吸納大批嘅失業人士。你睇而家創業咁難，你就知將來會係點。最後，大家到時嘅生活會唔會時光倒流，去返每日等政府派錢同糧食？真係唔敢諗。咁大家應該點樣部署？首先，大家要積谷防饑，趁 AI 未殺到埋身，大家要努力去揾錢，增加自己嘅財富。另外，大家可以留意返有邊啲國家唔會過分使用 AI， 意思係唔會將所有工種都俾 AI 取替嘅地方，依然係以人為本，以科技為輔嘅政策。相信歐洲嘅機會比較大，因為佢哋比較保守，亦冇必要行到最前。有錢就可以決定你同你家人嘅未來。如果20年後你身處嘅地方已經經濟衰退，你有錢仲可以移民去另一個國家。講到尾，點解要將 AI 發展到完全取代人類嘅工作？呢樣嘢令林木好費解。原因係技術去到某個層面，如果對人類嘅貢獻已經超出咗人類嘅需要，點解仲要繼續落去呢？每個國家或者政府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去發展自己嘅科技。如果科技發展到人人冇飯開，其實係咪害咗自己？希望呢段片可以喚起大家對唔同國家對科技發展嘅政策，同對自己同你嘅家人嘅影響，好好為未來打算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咁多先。如果喜歡呢段片嘅朋友，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like。下次再見。